台南市伫咧人行道设置变电箱等等的设施，去影响到行路的空间，因人批评。市府即阵就针对人行道无到90公分宽有障碍物的所在来列管，到5月底已经改善52件，按算今年底会当完成80件。目标是伫咧2026年会当甲所有的障碍物拢总刷走。不过部分也阁需要甲中央来争取人行道宽宽，才有法度解决。 来到台南中华东路顶面，一透早车流量袂少，道路边仔店家嘛真密集。但是详细看，人行道的设置是真破碎，有的是启用花卡、篱笆、乌多摆占掉的，也阁有袂少是台电行业者的管线电箱，甲规个人行道的空间占掉的。行人要行，就必须要行到马路上，甲车来争道，而这嘛是真侪台南道路的现况缩影。电力公司嘛爱有所在通好刷，若是刷这，一定对阮这个。 百姓一定有较方便啊，要出去嘛较袂去，会去过路啊。变电箱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应该要看是要地下化啦，要怎么样？哎呀，路得爱互人去行安尼较好啦。因为我觉得台南的人行道真的蛮少的。事实上，台南市干部局前期嘛针对人行道宽度不足90公分的做盘点检讨改善，目标是2026年全面移除，分阶段来进行改善。 目前已经盘点出来，总共有181件，目前已改善50件，预计今年可以改善到80件，全部改善完成将在115年完成。不过，干部局嘛讲，台南城市发展是真早，真侪道路真细条，无预留公共设施的空间，嘛造成电力公司顶管线要迁移真困难。目前要全面改善，就需要向中央来争取人行道拓宽全面改善才有解。目前是已经请台电针对道路甲行人空间进行全面检讨，在无影响正常供电之下，将电箱等设施迁移拆除，还予行人完成安全的通行空间。记者郑俊宏报道。